咁至於接地井，基本上咧係分為供電系統嘅接地井同埋防雷系統嘅接地井嘅。咁首先講下供電系統接地井，工友咧按照批准咗個圖則喺指定嘅位置畫上接地井，然後就可以將銅棍打入地下啦。跟住量度一下接地極嘅阻抗值，如果超過1盎，就要用標準嘅接駁配件嚟接駁到另一支銅棍再打入地下。又或者係距離接地井唔少於3.5米嘅位置打入另一支銅棍，跟住兩支銅棍要用鍍石銅帶嚟到連接，兼且要有膠桶保護，仲要藏喺地下至少600mm 深，直至阻抗值少於1盎至得噶。記得銅帶同銅棍之間就要有清晰嘅顯示標籤。冇錯啦，咁完成咗供電系統接地井，就要用一條相等於25mm乘3mm嘅鍍石銅帶連接到將來總制房嘅總接地躉上邊。至於防雷系統接地井嘅做法都係一樣嘅，而佢嘅阻抗值唔可以超過10盎。而防雷系統接地井嘅接駁，首先呢就要揀定適當尺寸嘅附加鋼筋嚟做引下導體。咁引下導體一定要係垂直，而每個駁口位就要焊接得飽滿，並且要通過低電阻值嘅測試先得嘅。咁跟住咧就要將接地銅掌收喺底箱入邊，而掌尾就要穿過底箱，接駁到之前嘅引下導體啦。咁底箱咧就一定要穩固咁安裝喺鐵面上面，而底箱同接地井就要用穿有相等於25mm乘3mm嘅銅帶嚟連接嘅，兼且要用32mm直徑嘅暗喉保護。至於銅帶兩端呢，就要分別接駁到接地銅掌同埋避雷井度啦。當棟大廈大概起到一半嘅時候，就要做好火牛房同埋總電制房。火牛房就交俾電燈公司裝火牛，而總電制房就係用嚟裝製櫃嘅。國強，我要考下你啦。製櫃喺出廠之前要注意啲咩呢？當然一定要測試好啦，檢查製櫃有冇根據測試證書 Type Test Certificate 嘅模式嚟裝嵌，跟住要用有校正紙嘅儀器，包括歐姆錶、高壓交流試驗變壓器、直流高壓試驗器、上位錶同埋接駁阻值錶嚟做測試噶。首先要做機械試驗同功能測試，即係 mechanical test 同埋 functional checks， 睇下繼電器轉動係咪流暢，接觸點乾唔乾淨，玻璃面同墊圈密封係咪良好，同埋重置部分運作係咪正常。跟住每粒開關掣都要試下有冇問題。最後 check 埋所有控制線路同指示燈操作正常至得噶。跟住要用歐姆錶嚟做絕緣測試 （insulation test）， 測試銅巴與銅巴之間以及銅巴對地嘅阻值要唔少過1個 MΩ。跟住做高壓測試，測試銅巴係咪1分鐘可以承受由高壓交流試驗變壓器所產生嘅2000伏特電壓。咁然之後咧就再做絕緣測試，睇下銅巴嘅阻值有冇改變啊。跟住就做手急注入法測試 （Primary Injection Test）， 用直流試驗器注入合適嘅過載電流到銅巴，睇下供電總掣會唔會跳掣，然後跟手再同繼電器做次級注入測試 （Secondary Injection Test）， 睇下斷路時間係咪正常，最後再 check 埋互感器嘅上位，即係 Polarity Test， 同埋銅巴接駁位嘅阻值 Ductor Test， 係咪細過0.3個 milliamp？ 如果全部都 OK 嘅話咧，個製櫃就可以出廠運去地盤啦。